Hello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去收睇做 N 的療愈星球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、訂閱、收看。今日係2026年嘅7月25號星期六，睇翻呢個天咧好暗啊嚇！嗱，聽完陳輝陽作品展啊嚇呢一首嘅現場新編曲現場版之後咧，相隔咗幾秒。突然間呢個腦海咧入面咧有第一個反應，竟然咧就唔係想再聽多次Eason 同容祖兒嗰首漩渦，而係突然間好想去聽翻彭羚同黃耀明去唱歌，係真嘅，係真嘅。頭先我都有聽翻，係啊，咁真係咧唔好怪我，即係點解會想聽翻漩渦嗰首歌啦？其實以前唱 K 都有點嘅，當然係唱唔到啦，邊度唱到啊？咁根本咧，其實咧呢首歌咧就係注定佢哋兩個人㗎啦嚇，注定佢哋兩個人嘅。咁咧就即刻咧頭先去聽翻啦嚇，哇唔同晒，因為呢一首歌咧係2000年嘅原版啊嚇，亦都可以咧喺 YouTube 度啦去聽翻。黃偉文嘅作品展嚇，呢個神級嘅現場，你一開聲咧，哇！阿明哥、黃耀明嗰個妖氣啊，係啦，咁然後咧你再加埋彭羚嗰把聲咧，佢係有啲脆弱嚇，即係嗰把聲好脆弱，係兩個拍埋真係完全係喺台上面係。佢哋好似唔係點樣用技巧，所有嘅嘢啦，一啲嘅眼神咬字係完美嘅演出嚟。咁同埋好有情慾啦咁樣啦。咁近年咧，我上網睇翻咧，原來近年咧就話黃耀明明哥咧喺香港咧，其實就係佢喺香港嘅，但係佢就喺海外咧就邊走邊唱，而彭羚咧就已經。都知㗎啦，退隱退隱咗好多年啦。但係最感動啦嘅係乜嘢咧？原來之前咧，黃耀明咧喺加拿大開 show 咁咧唱完漩渦嗰陣咧，即係唱完漩渦啦。原來彭羚咧竟然咧係驚喜咧係一個現身嘅台下面嘅，咁竟然咧仲被咧請咗去上台度咧深情擁抱。咁呢個都係我上網睇翻先知嘅，大家唔知唔知啦？雖然當時咧彭羚咧就冇開金口話唱歌，但係見到呢一幕咧，其實咧一啲嘅歌迷咧眼淚咧都停唔到啦。咁有時咧神作嘅之所以係神作啦，就係冇得複製嘅。咁你聽完個新版，再反而會令人哋咧去懷念咧當年佢哋兩個人唱嘅原唱啦嚇。咁就係呢一首嘅漩渦啦。我睇翻。呢一首歌漩渦，試下睇睇先。漩渦歌詞突然間，漩渦呢首漩渦唔係因為你係望到黃耀明嗰種，你望到佢唱咧，再加上彭羚唱咧。係啊，你係會，因為佢有啲歌詞係講乜嘢咧？等等咩我都係唔係唱得，我唔唱得好聽，唔好話我。係啊，即係唔好話你又話人唔識話自己，你個唔好聽啦咁樣。因為佢有啲歌詞咧，佢咪話咩來擁抱着我，形成漩渦。捲起那熱吻背後萬尺風波，咁哇，總之去，跟住又話咩？從我腳尖親我，靈魂逐寸向着洪水跌墮，哇！即係又話咩不顧後果貪呢個官嘢嘅禍是誰在吞沒誰也奈何？原咩？總之好聽，我都要播嚟聽。但係當然啦，而家播唔到，因為始終咧 YouTube 啲影片咧，其實可能你一聽有啲歌曲咧，就會可能有啲嘅版權咧唔得啦。咩沿着你設計那些曲線，原地轉又轉墮進風眼樂園世上萬物向心共轉，陪我為你沉澱。哇，超正！呢啲歌詞
嗱，編曲咧係陳輝陽，監製黃耀明，作詞黃偉文，作曲又係陳輝陽，係啦。漩渦最近聽阿黃耀明同彭羚呢一首合唱歌《漩渦》，如果真正去了解歌詞，係極盡呢一個嘅 free 啊三啊意境喎，係描述一對男女，望一望先，講咩先呢一個？嗱，其實又冇話仔細去了解啲歌詞㗎，係描述一對男女喺交歡嘅過程，特別係其中一首歌詞，答應送我最美那朵水花可以嗎？什麼叫最美的水花？只要了解歌詞嘅意境就知何事。又冇話乜嘢嘅，聽到就 OK。佢話呢啲歌詞都好露骨啊嚇，男男交歡係咪屎忽？呢啲歌詞我接受到嚇，咁係啦，真係正㗎喎，好聽。嗱，歌詞文藝上啦，露骨可以接受，但係唔可以講粗口歌，係啦。好聽啊！唔講住啦，我再聽多一次啊，黃耀明同阿彭羚唱多次《漩渦》。再見。咁純粹有咩留言，可能講得唔好，甩甩咳咳，唔好介意，我再播多次。拜拜，多謝晒。